总共差不多400-500摊以上吧。400-500摊。对，就你看有5区嘛，那个文化街，还有店铺，还有东街、西街，还有南昌东街这样，很多。所以这次可能受影响的会非常多人，对不对？对，你看一下子说有疫情，人家都怕到了。我们南门市场算是桃园区最大的市场，是不是？也是算啦，只是说比较热闹啦。人家说老的市场，人家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来这边的，因为这边的东西便宜，中等的中等，样样都有在改变就新款了。那会呼吁我们这附近的居民跟那个摊商有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有没有？有了，他们就5区的会长他们都有讲，尽量说进来的人或是我们摊贩的人，我会宣导说，人家买这口罩要戴着啊。然后如果店铺的人尽量传这个酒精给他们喷一下也可以，比较安全。刚好是这个时局嘛，或者是一个防疫，我们尽量配合现在政府下去做这样。